妈妈，今มื้日我教我来编嘛个有关茶的料理咧。哦，做茶的小人啦吼，嘛有嗰种个绿茶的啦，啊嘛有红茶的。哇，红茶的颜色暗沉哦，原先从哪一个颜色嘞？我讲是较碧色的吼。哦，一批就滴。好，我们现在做好不好？好，咱就该菜糯米粉吼。啊哈，倒入了。啊，比例都算够的嘛，对不对？好。啊，咱粉吼，免先来装熟到，装较少的。谢谢，我挺符合吗？嘿。粉就这么少啊？嘿嘿。哦。较苦啊。啊，你我有这样够上色吗？可以可以。够是不是？哇，天然的颜色哎。有滚水，无装修上太多。ยิ่งชิยิ่ง加水，对不对？嘿嘿。啊，压下肚后年纪多的，就是做下眼，我看你会团圆啊，你。系啊。加工了呀，到尾做茶同辛苦哦。做茶嘿，按不是先得水啊，按你是的。按不调整的水么？嘿啊，2点钟、3点钟都要烘落一次啊。哇。嘿啊，先得超过迄个冷清的时间。做茶的时间，我要用重点吼。嘿啊。厉害哦，给我一点点时间。哦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有粘成一团了。这样可以。够老给切配吗？有啲切比较软的。哦，切比较软的喂，好难啊！其实我这时间没会停的，阿婆 Q 他做下给扮演哦，下演，很多下演就是因为客家习缘嘛，对不对？等下水滚滚呢，就这不用落去耶。对，爱都收一点一点嘛。收一点啊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弄喽，好不好？谁点不来呢？哎，就这带成3年 Q 他来做，对不对？我等下水滚的哈，做得落去耶。对啊。等下等佢铺起来的时间就 OK 了，对不对？就会太旺忙滚，小旺就跑滚，没有这样讲吗？有。好，意思好像就是说，3年呢，躺太人工发，我都旁边插嘴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我记得小时候常常被骂，姑说你看你加工了的时间做茶就要用。按辛苦而轮流，所以基准来的时间要一起这样子辛苦，你一定其实是心里面是希望他回去工作，对不对？安尼较稳定啦，这个转来加下各种的茶无好卖。哦，这时间较低潮的时间。安尼啊做茶吼，一般卖油都唔怕，啊卖磨吼都较无嗰种个。像生意谅解啦，学啊。阳山嘅阿福妈妈发毛多，撒起点点嘅支持奶爷老家爷，就算加到2难嘅50年，叫下料理，老扮演嘅时节，同样感受到同熟悉嘅小人，客家做妈妈嘅亲切。無論係茶香飽滿，浸一批嘅茶米卵，也係細時節記得嘅扮演，加添嘅天然嘅色彩。如果唔係咧，日日來啲品嘗了。